如果你去兰屿，结果急救来不及死掉在你的小孩面前，你 O 不 OK？ 你 OK 就不用去做，你不 OK， 你这辈子都不要离医院2个小时的地方做活动。那你怎么知道去手术就不会死掉？我现在想知道你到底要不要做心脏手术？你问我吗？我当然暂时不会去做啊。为何？你每次发作都超严重，你进到急诊室，几乎每一个医生都告诉你，你再晚一点来你就挂了。然后你也有进过那种急救室，它这个频率不是真的就是这么频繁。但我们不确定它的原因啊。不会，我们每一次发生的原因其实都很简单，就是太累了，没休息好，跟可能心情起伏太大，这样子而已。太累的这一个是第一次吗？还是不是第一次？太累，太累，这个我之前不太知道，所以这是新的哦。那如果之后有别的新的嘞，他说太冷也会，爬个山有点喘也会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个会。但其实我也有听过身边认识的医生，不是在诊间里头跟他讲话的那一种时刻，他其实会跟你讲说，不需要做手术的时候，真的不用去做。所以你是排斥做手术这件事情？对，我个人对做手术这件事情比较好。我必须说，我身为旁人，我会有我的看法，但终究生命是你自己的。我只能告诉我之后安排任何行程，我会考虑这件事，以至于整个台湾很多地方是红色区域，我就不能去。或是我接下来去任何地方都要被骂，这是我要扛的事情，因为大家可能不会骂你，但我没有说我不能去，你不能去啊。所以我要把你丢着吗？就有一些真的太冒险的事情，我要去兰屿，我去兰屿带你去超冒险。如果你在兰屿发生这个事，你知道要最快要多少时间才能让你到医院，然后让医生帮你处理？所以我只要你想一件事，就是如果你去兰屿，结果急救来不及死掉在你的小孩面前，你 O 不 OK？ 你 OK 就不用去做，你不 OK， 你这辈子都不要离医院2个小时的地方做活动。那你怎么知道去手术就不会死掉？我会去请教医生，哪一个医生可以跟你保证？那我们去看10个医生怎么样？10个主治心脏科的医生来评断这件事该怎么做，这叫听专业。专业也有可能会有问题。好，所以这已经不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。谁会觉得？谁会知道自己进去会有出不来的那一刻？你觉得进医院的那一刻，他会知道他出不来吗？但是你觉得，如果今天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陪在你的小孩子身边，还是去动一个未知的东西？我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去做手术都是这样，但是你怎么会知道你是哪一个？那我问你啊，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我说我没有阻止你要做你要做的冒险，然后不能带你一起，对不对？我必须衡量我自己的状况，我可以我就说可以，我不行我会跟你说我不行。但是去兰屿这件事情，我从来没有觉得它是一件很严重的事，我又没有要干嘛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我能理解你这个心情，但是它不见得是我觉得的想法。所以接下来，反正我做什么都会问医生啦，再看你听医生意见，尽量保护他，让他不要太累，不要心情不好，可以把所有风险降到最低。这大概是我能做的，我唯一能做的。所以现在你决定要做手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刚刚的医生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蛮安心的。哪部分？他好了，你不要解释了。我先非常感谢各位。对妈，她对于心脏手术有比较深的恐惧，可是因为大家的鼓励，你们的留言，你们的每一则留言，她都有看。我觉得她有因为你们的留言有改变心态。我带她看了2间医院，本来在第1间看完的时候，我们在车上还是辩论了一下。就当你自己面对这个状态的时候，你是问我吗？对啊，对我来说啦，我要的是科学证据。到了第2间，他突然的就无条件的觉得好，我做手术。最后我发现原因竟然是因为这医生比较帅。没有，他给人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他居然说，那我觉得来这里蛮不错，我觉得来这里弄也可以。我整个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不是，你知道，就是病人，因为他生病了，就因为一个医生给他多一点的照顾或关怀他。我没有觉得这个医生比较照顾你、关怀你。但是今天的那个整个环境啊，医生也看起来比较年轻啊，有活力啊，帅气啊，这样就会觉得说哇，好有那个，好有什么？好有信心哦，对这件事，有信心哦，这样。
OK，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很多事情专业并不是第一考量，感觉或是很重要。例如你要找健身教练，你肯定找帅的嘛。你如果要找医生，也要找帅的，好不好？不是啊。总之呢，我非常感谢这位医生，也非常感谢各位，让磊妈愿意做这个手术。很谢谢大家的鼓励，我是一个耳朵很硬的人，谢谢你的说服我。你的鼓励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你看出太阳了，哎呦，每次我在看镜头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因为他是这样，好了，没事了，大家都支持你，大家都爱你，好不好？我也是，好不好？也把我的话放进耳里，把我放进眼里。帅哥其实不只是那位医生，还有一些美好就在你身边，好吗？